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今日我教大家合拍舞图，好好来运动，做得维持好的身材。故所俺就来学习一团舞图。今日俺就要学第一个动作：麻花、弓用脚，1、2、3、4，半片撒5、6、7、8，加上数1、2、3、4，半片撒5、6、7、8，张了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看清楚哦，人家就会数是摆3次，1、2、3，第4摆的时候只有点脚，4，半片撒5、6、7、8，改到哦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人家就数站起来的时候，该细细的胸口往前推，看清楚咯。1、2、3、4、5、
六、七、八。再一摆哦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，下就会麻花也就动作，身体上有律动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换一个角度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有看清楚吗？再往另一片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有听到吗？再来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下就在做麻花的时候咧，脚趾头怎样去放松呢？鼓手下就1、2、3、4，脚趾头松松的。1、2、3、4。再来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一个动作，怎样下就会捞拳呢？不过下就要数往上捞一拳，总共捞4拳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下就捞拳的时候，加上一点点身体往前捞。鼓手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下就会叫怎样去踏4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上数老师身体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来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下就会叫踏出去的时候，刚好身体和手绕一个圆圈。鼓手身体和手不是跳脚，因为你脚踏出去的时候，张有身体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文片上怎样做的？转一圈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来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文片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不过下就屁股的时候，只需要绕一边。下就再练习一摆，从麻花开始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安尼大家有好背嘛？再来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下就来练习另一片的捞拳呢。准备哦，怎样从麻花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再来一摆哦，另一片呢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下就从麻花加后面捞拳的动作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
挖钳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然后就做题麻花结束之后，1、2、3、4、2、2、3、4的时候记得咯，脚要踏一上4，接下来做题挖钳呢，3、2、3、4、4、2、3、4。挖钳的时候，踏下去的那一只脚在原地转，1、2，这个脚移动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记得咯，做唔得就有动眼。再来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然后就会加快速度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再来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俺就爱配乐来试看呢。预备，准备哦，5、6，开始。非常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哦，5、6，开始。非常好，再来咯，准备，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调整呼吸，然后就会练习多摆一些嘞。准备咯，5、6，开始。非常好，再两边哦，准备，5、6，开始。轻后一摆，准备咯，5、6，开始。非常好。然后就要注意部分嘿，然后就挖钳的转钳的时候，然后就要望住胸用前面两只要看前头，看前头。接下来，然后就要转钳的时候再转过来，5、6、7、8，再看一摆哦，望住看前头哦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一摆哦，准备开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俺就调整一下呼吸，休息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，今日要教大家合拍舞蹈。今日要学的新的动作，注意一下哦。俺就会脚往前踏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上数老脚喺不同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有好唔嘛？一只动作非常的简单，准备咯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向用下到在跳舞的时候，身体要敞开来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的好。再来一摆哦，1、2、3、4的时候，记得前面一只脚跟不能放到地板上，脚掌撑住地板，看清楚来了哦。1、2、3、4，脚掌，5、6、7、
8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记得咯，树站起来的时候，身体会往另外一边撑开，1、2，往一片上，3、4，再来，5、6、7、8，再来一摆哦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下了，然后就会加一些些的丝纹，丝纹绕另外一边，身体一样撑开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就会叫往斜角去，准备咯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侧面本太甲看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要记得身体要撑开来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的好，记得咯，是否强用有一些些的挖钳呢？1、2，往片上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记得哦，然后就师傅在挖钳的时候咧，肩膀要定住，肩膀不能乱动。鼓手然后挖钳的时候，要在钳的上会比较明显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加松数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就做到动好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下下来，然后就强用之前的课程有好个 wave， 不过一只 wave 咧，会较夹到的，体式很慢呢，1、2、3、4，总共4拍，稳片上，5、6、7、8，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，加速，5、6、7、8，有好位嘛？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然后就在做wave的时候咧，身体低下动作，吸泡的时候较慢调的，1、2、3、4，加速的时候动作无按太，5、6、7、8。不过人嘅眼神都会看前头。再来一摆哦，准备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大家好唔嘛？然後就要從體式動作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 ，wave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睇佢接起來冇？再來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下來，然後就會複習上一擺的動作，從麻花開始，預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挖鉗呢，1、2、3、4、
5、6、7、8，根本嘅咧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往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來，俺哋會加快速度，準備哦，預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加快速度誒，預備，開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往前呢，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來，俺哋愛拼音樂來練習一擺，準備咯。5、6，開始。5、6、7、8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哦。5、6，開始。非常好，再來一擺哦，準備哦。5、6，開始。輕輕一擺，加油哦！調整呼吸哦，準備。5、6、7、8。加油哦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，大家就做到當好哦。見唔見俺哋嘅舞蹈課程都一片，希望大家拜拜。